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河媽講經，我係河媽。十全十美嘅一集，第一個十集同自己打打氣先，算係一個里程碑，亦都算係一個關口。好高興自己跨得過呢個關口啊！因為曾經聽過一個 podcaster 講，好多開展 podcast 嘅人都堅持唔到10集就放棄咗。好奇心驅使底下，成功挑戰咗第一個10集先。突然間覺得自己變咗成功人士啊！講笑啫，不過我個人係好開心同覺得好有滿足感嘅，為着自己一點一滴嘅進步，覺得好單純嘅快樂同埋驕傲，同埋每個星期都有做呢個節目嘅目標，令我覺得好有動力、好充實，目標感極濃厚啊！擺脫咗做一條鹹魚，原來生活可以咁豐盛噶。自從做 podcast 以來啊，我真係從來都冇一刻覺得悶啊，相反係一有時間可以埋位開工就覺得莫名嘅興奮。所以河媽好建議大家設立一啲目標，令大家嘅生活更加精彩。如果大家都想同河媽一齊進步，努力學習，請大家幫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啦！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開始河媽講經。唔知道大家嘅仔女啊，係咪都係口齒伶俐、伶牙俐齒、一言九鼎嘅呢？隨住年紀慢慢長大，駁嘴功力仲越嚟越深厚啊！如果你嘅小朋友都係個堅持度好高嘅人，佢哋嘅駁嘴簡直係一絕啊！因為呢一類小朋友對大人嘅管教好容易會唔忿氣啦，更需要家長好好咁樣長時間引導啊！但如果一味淨係用禁止行為呢一招，即係唔得、唔准、唔可以，打唔到入佢哋個心之餘，仲可能會破壞咗親子關係喎。作者就舉咗幾句禁忌嘅說話，唔知大家有冇唔小心成日掛咗喺口邊呢？例如，你咁都唔識噶，到底要我講幾多次啊？手腳咁慢，邊個頂得你順啊？咁簡單你都唔識啊？唔好解釋，我話咁就咁。你就係中意講大話噶啦，我唔會信你噶啦，因為你係小朋友咯，呢啲嘢係大人先講得，大人先做得噶嘛，所以你咪唔得咯。原來呢一類嘅說話不單止冇令小朋友心服口服啊，反而令到佢哋更加叛逆，甚至佢會將呢一啲說話 copy 去佢嘅朋輩互動裏面。幾時都話噶啦，仔女係父母嘅一面鏡啊嘛，真係唔到你唔信噶。對住一言九鼎、翹口慘手嘅心肝寶貝豬嗰陣啊，佢哋啊真係變咗豬啦！身為父母嘅我哋啊，梗係扯火啦，唔通仲覺得佢哋好可愛？哇，駁嘴駁得真係姣邦邦哦，咁樣咩？但係都請大家停一停，試下用4-7-8呼吸法去深呼吸幾下先，4秒吸，hold 住7秒，然後呼8秒，來回幾次之後呢，個人係會冷靜啲嘅喎。唔信你又可以試下。總之要分析一下佢哋駁嘴背後嘅原因，佢哋駁嘴會唔會係因為有啲嘢令到佢哋好衝擊呢？作者就幫大家歸納咗幾類，爸爸媽媽可以因應唔同嘅情況去嘗試妥善咁樣處理。第一個狀況都好常見嘅，就係當佢哋認為一啲好重要嘅權益被剝奪咗嘅時候啊，佢哋就要誓死咁樣去捍衛，奮力咁樣抵抗。例如啦，一早定落嘅家規，要求佢哋要去遵守嗰陣，可能佢哋係霎時間唔記得咗，而第一下嘅反應，梗係駁咗你先，頂咗你先噶啦。呢個時候可以提翻佢，我哋原本訂立嘅規矩係乜嘢，而你哋啱啱嘅行為就正正係犯咗規，同時間都可以話俾佢聽點樣做先係符合家規嘅，而唔好同佢哋互相頂來頂去，惡言相向啦。好嘅行為係應該引導出嚟嘅，最後先帶翻佢哋分析頭先頂撞父母嗰啲言語啊，令到你哋好唔開心，去好好解釋同埋同佢哋好好咁樣溝通。第二個狀況就係小朋友認為環境嘅限制太多，根本就冇佢哋表達意見嘅空間。當佢哋嘅自主性越嚟越高，越多嘅禁止，即係越多嘅 no 啊，會令小朋友同家長嘅距離拉遠，親子關係都會變差㗎。呢個時候，父母可以開放多一啲選擇權俾小朋友嘅，例如不嬲都俾開 A、B 餐佢揀嘅，不妨試下加多個 C 俾佢哋揀。
冇錯啦，講緊嘅係你哋嘅框架底下嘅選擇，意思係我諗咗 A、B、C， 我自己 OK 可以接受嘅方案，然後叫佢哋喺呢3個入面去揀，而唔係 open option 咁樣俾佢哋自己諗同自己去揀。仲要你叫佢哋唔准做某一啲行為嘅時候，係必須要話俾佢哋聽背後嘅原因，例如唔好玩電插座啊。因為有機會漏電啦，電親就會好痛噶啦，仲可能要入醫院添。當然啦，我哋做父母腦筋都要靈活啲，盡可能就唔好成日都講唔可以咁，要話俾佢哋聽你可以咁做嘅。現今世代嘅小朋友個個都好精叻，好醒目噶，亦都好識睇住人嚟恰。而第3個狀況就係屋企如果爸爸媽媽係比較嚴厲嘅，當然佢哋可能唔敢態度唔好啦。但係當對住4大長老嗰陣，而4大長老又任得佢哋冇，小朋友就好容易恰佢哋，對佢哋態度唔好噶啦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好言相勸我哋嘅4大長老，提一提我哋4大長老，我哋同小朋友訂立嘅家規，最好就可以說服到佢哋同我哋嘅管教態度係同一陣線，咁樣小朋友先會打從心底認為，呢件事真係好重要，唔會嘗試去鑽教養嘅漏洞啊。最後一個狀況喺香港都可能十分普遍啦，就係佢哋長期被過度溺愛，養成咗一啲唔恰當嘅講嘢習慣，又或者態度。好多家長都有謬誤，覺得小朋友仲細，啲唔好聽嘅說話都係模仿出嚟嘅啫，大個咗就自然會成熟，自然會生性，自然懂事啦，然之後就唔會咁講嘢噶啦。所以咧，處處都縱容佢哋對大人唔恰當嗰啲態度啊，又唔去處理，長此落去就會培養咗呢一個唔恰當嘅言語行為模式噶啦。已經有研究證實，好習慣嘅養成呢，係比壞習慣要多出5到10倍嘅時間去練習啊！即係如果恰當嘅言語行為需要100次嘅經驗去養成嘅話，唔好嘅言語溝通啊，只需要重複10次就會形成咗終生嘅習慣啦。真係學好1年，學壞啊1日啊！咁樣表明咗啲乜嘢啊？就係小朋友嘅好習慣往往比壞習慣難以養成咯。所以咁多位家長嘅教養態度係相當重要噶。又一次恭喜大家，多謝大家完成另外一課啦。下一集會開展新嘅課題，行為的秘密。仲未 like 嘅朋友記得幫何媽點讚、分享同訂閱。下星期一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何媽講經，拜拜。